第36天，討神喜悅的生活。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至7節。此外，弟兄們，我們在主耶穌裏求你們、勸你們，你們既然接受了我們的教訓，知道應該怎樣行事為人，並且怎樣討神喜悅，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進一步。我們憑着主耶穌傳給你們的是什麼命令，你們是知道的。神的旨意是要你們聖潔，遠避淫行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體，不要放縱邪情私慾，像那些不認識神的外族人一樣。誰也不要在這事上越軌，佔弟兄的便宜，因為這一類的事，主必報應。這是我們從前告訴過你們，又嚴嚴警戒過你們的。神呼召我們，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，而是要我們聖潔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喺各方面過着蒙你喜悅嘅生活，教導我哋行喺聖潔、節制同埋愛中，以我哋嘅身體同埋選擇去尊榮你。求你將我哋從世俗嘅慾望裏邊分別出來，並賜力量，使我哋天天嘅忠心遵行你嘅旨意。阿門。